星蓝星的猛料越猛越好，不管真的还是假的，我只希望发出去之后，它再也无法翻身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50万。刘洋、赵一，夏决，网上那些新闻你都看到了？当然看到了。刘洋近日重磅丑闻全属捏造，幕后操纵者正是想要成为白晓导演新电影男主角的赵一。赵一多次买通多家狗仔公司，在网上爆料刘洋的假消息，毁坏他的名誉，却因为拖欠狗仔公司的爆料费，反而被狗仔公司拿出证据揭发。最近的多起明星被黑的事件，幕后操纵者都是他。夏决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哇，帮青青跑跑腿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刚看到你在网上的信息，你还好吧？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，别太担心。担心倒不至于，我现在心情很复杂。之前假消息刚传出那会儿，我心情确实不好。可是今天又有新的新闻说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赵一做的，我是得到了清白。可是，你让我再跟赵一合作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有我们青青在呢，别怕。是啊，刘洋，你放心好了，这白晓导演呢，对于网上的风风雨雨都已经了解很清楚了。这工作合作，只要你拿出最专业的态度来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好，放心吧。导演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是被冤枉的。他有什么好的？他就是一废物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能再次拍电影吗？赵一，我认为江南比你更适合这部电影。他比我更适合。你是不是瞎了眼了？不合作就不合作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夏决，看来这个赵一也是被陷害的了。那在这背后操纵一切、陷害刘洋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获利者。欢迎大家来到电影《零度极限》的新闻发布会现场。今天我正式宣布本部影片的2位主演。下面有请当前人气颇高、演技也超赞的偶像刘洋上场。下面我宣布第2位主演，由我非常欣赏的演员江南。现在有请江南上场。说到江南呢，他虽然作为一个第一次拍电影的新人，但是他试戏时的表现也令我非常惊艳。希望大家今后多多关注他的表现，谢谢。呀，我忘了，夏决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休息室拿个东西。
去吧。夏决，我是该叫你江大明星呢，还是该叫你小丑？你的愿望实现了，成为了男2号，可以翻身了，收手吧。怎么着？难道你还想做男1号？本来一切都很简单，就是按当年他们对付我的方法：丑闻、辱骂、黑料、舆论。通过这些步骤，可以让一个人从熠熠闪光的明星瞬间黯淡无光。可刘洋不同，他有你们，偶像猎手，有你们一路为他保驾护航，为他清除障碍。没错，我的最终目标是男主角。如果我是他的对手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如果没有了你们，男主角还是问题吗？难道这几年以来，江南都在和狗仔公司合作？这些人不都是明星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明星给他汇款？这些明星给江南汇款的时间都是竞争期，最后都以对手被曝丑闻失败告终。这说明……好了没有啊？这么久，这个围巾真好看，新买的啊。看这扣子也不扣好啊。哎，你等等啊！你等等我，别走那么快嘛。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呀？好，投资人，经常过来探班，她老公也偶尔过来。老公？嗯，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？来，干部们准备好啊！来，演员，请演员，刘洋，哎，快点！哎，来了，导演，快点，快点，没天关了。哎呀！刘洋，这次只是意外，幸好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，已经是万幸。你就好好演伤吧。哎，好嘞，导演。对了，白导，这关于刘洋的戏份该怎么办呢？戏已经开了嘛，不过好在是刚开。刘洋，你就想好好演伤吧。我们先拍江南的戏份。好了，我还得回现场。哎，青姐，你就留下来好好陪刘洋吧。行，导演您慢走。哎，好演伤。好。白导，我送送你。
我们4个人也没法实施跟踪。很简单，找一个申领。可是，找谁好呢？喂，谢绝，我在四川公园的长廊道认识，没看清楚他在干嘛。对，好吧。喂，你来取吧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喂，夏雪，我听到了。听到什么了？江南现在在国王西餐厅，他让八卦杂志的人现在过来取资料，他人已经到了。听得这么清楚？对啊，那你们快来吧，我等着呢。你好，先生，您的鲜花。谢谢。先生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哎，别哥，你看这女的长得不错哎。奇怪，怎么是她？什么怎么是她呀？她是你第2任前男友的第3任前女友啊。别闹，她是刘洋那个电视剧的投资人。现在投资人长得真漂亮。欢迎欢迎。嘿，你说这女的，你看这身材多棒啊！你看，哎呦，还伸手，哎，这流氓，伸手摸手哎，哎呦，就这么摸，哎呀，他摸手你还不拍呀？赶紧啊！哎呦，还是往上摸，哎，哎呀，嘿嘿嘿，别拍，不许拍了，别拍了。别拍了！
你等等呀！谁呀？喂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是男演员请女投资人吃饭的新闻大，还是有人以帮助粉丝欺骗明星牟利的新闻更博人眼球？刘洋还好吗？住院，休养。帮助粉丝欺骗明星，赚钱吗？帮助明星欺骗粉丝，赚钱吗？这是你们的照片，还给你。这是你的。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以后不只是我能找到你们，那些被你们欺骗的明星都能找到你们。很快，各大八卦杂志、报刊网络都会曝光你们。喂，夏小姐，看下你们的头条新闻。啊，哎呀，你这照片比本人帅多了，你看看。你们怎么到我家的？随时。这小子跟踪的不错，被跟踪的也不错，就让他做饵陪江南玩吧。飞哥，你盯着点儿。等天黑了，我们去狗窝转转。各位，看来我们回去要好好演戏了。喂，夏雪，我听到了。听到什么了？江南现在在国王西餐厅，他让八卦杂志的人现在过来取资料，他人已经到了。听得这么清楚？对啊，那你们快来吧，我等着呢。走，我们这就有拍证据。狗仔曝光明星。我们让明星曝光狗仔。夏菊啊，江南那条新闻果然是重磅，现在点击都上千万了，快破亿啊！当然，牵扯到那么多明星，能不轰动吗？好吧，听你的。夏觉，哎，你们来了。对了，刘洋已经出院了，过几天就接着回剧组拍戏了。我听说那个江南已经被剧组开除了。是啊。夏觉，谢谢您，这么一次次的帮我。应该的。相隔太遥远，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。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
世间繁华看遍。